嗱，跟住再落去咧第3條題目㗎啦。嗱，呢條題目咧，佢話叫你 factorize 因式分解呢一嚿嘢啦。咁其實大家一眼望落去，你有冇 feel 咧？有咩 feel 咧？呢個係二次，前面要砌到係二次，所以係4二次再減 2x 減 3y 個二次。二次減二次就會係兩嚿嘢相加，就兩嚿嘢相減。咁如果係嘅話，再執翻靚少少啦。咁佢就應該叫做4加2x 就減 3y， 後邊就係4減2x 咧就加 3y。嗱，計好咗㗎啦。咁邊個答案係堅嘢咧？逐個睇㗎咯噃。咁啊，宏觀四周咧，我哋話睇落去嘅時間，佢好似倒轉咗兩個次序。嗱，我都知有冇乜所謂嘅。4減2x 加 3y， 4加2x 減 3y， 答案係 D dot。呢個咧就係第一個方法。咁你話我唔中意計啊？嗱，你咁有性格，咁我阻你唔到。咁我哋不如用第二招 Method 2老屈。你可以老屈 x 係 1.7，y 係 1.3，去到試下嘅。咁我哋試㗎咯喎。如果真有其事嘅話，1.7 1.3啊，試一試啊。16減括弧2乘以 1.7 減3乘以 1.3刪括弧嘅二次。你個題目咧，你就會計得到咧，係叫做15.75嘅。咁你咪 A、B、C、D 做個答案去到撳咯。咁呢度咧，我哋咧就唔 show 晒佢哋嘅條公式出嚟啦，不過幫你撳咗個答案出嚟。如果假設咧 A 係答案嘅話咧，就括弧4減2乘以 1.7， 再減3乘以 1.3刪括弧再乘以括弧4加2乘以 1.7， 然之後再加3乘以 1.3刪括弧第一個撳落去負37.29，咁啊衰咗啦，睇下知。嗱，第二個咧，其實咧只不過係有一個位置加變減嘅啫，所以你唔使由頭入告嘅。又一路游落去，游到呢個嘅位置嘅時間，你見唔見得到嗰個加號應該轉做減號啊？你打個減號落去，佢就會發現咧牙開咗嘅。哇，係啊，咁狡猾嘅你。咁啊褪多一格，撳翻個 delete， 你咪 delete 翻個加號咯。撳落去，負11.55又係香咗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到 C 嘅啦噃。嗱 C 個位置又係嗰句嘅啦，只不過呢個地方咧係加變減咁解嘅啫。又到呢個位置。我哋想將個減號轉做加號，喺呢個時間撳 Shift Delete， 你打個加號咧，佢就會冚上去嘅啦。咁咪好用好多咧。又落去咯噃，又到後邊嗰個位置亦都係啦。見唔見到個減號咧？我睇佢唔順啊，想轉做加嘅，你打個加落去，佢係冚落去嘅啦。50.85又香埋啦。最後嗰嘢嘅咯噃，最後嗰嘢其實咧就邊度改咗咧？就只不過後邊個位置叫做減嘅啫。又落去。又到去到最尾嘅時間咧，呢個位置咧，我哋會轉做減號，撳落去15.75，搞掂啦，答案就會係 D 多。嗱，其實屈呢個嘅答案咧，我會覺得咧唔快得過計嘅，只不過我會覺得咧，如果你真係唔識計咧，呢個只不過後備方案令到大家可以攞到最後 answer 咁解嘅啫，咁啊又搞掂。